唔知大家有冇聽過一句咁嘅說話呢？從政要學曾國藩，經商要學胡雪岩。嗱，今日要講嘅呢位就正係好多人都識，做官做人一定要學嘅大人物曾國藩。嗱，好多人淨係覺得曾國藩係晚清嘅大臣、軍事大佬，但係其實佢一開始呢係一個天資非常普通，甚至可以話係遲鈍嘅普通人。今日我哋就由一個好經典嘅小故事開始，再拆解一下曾國藩點樣靠鬼谷子嘅心法，由一個平凡嘅書生做到權傾朝野、功成身退嘅一代聖上。喺清朝嗰陣，有一晚有個賊仔咧入屋偷嘢，匿喺屋檐底下，想等屋入邊個年輕人瞓覺，然後諗住入屋偷嘢。嗱，當時屋入面讀緊書嘅年輕人呢，就係後嚟嘅曾國藩。佢坐咗喺度，死嘅一篇文章，反反复复讀，又反反复复背，背咗好耐都背唔落。後尾個賊仔咧喺屋檐底下聽咗幾個鐘，聽到懵懵地，於是咧就直接跳出去鬧佢，就話啦：你咁都背唔到，讀書有鬼用啊！跟住自己一口氣咧將成篇文章背晒出嚟，跟住就揚長而去。嗱，你睇個賊仔天資幾咁聰明，過目不忘；而年輕嘅曾國藩天資平庸，記憶力又普通，甚至可以話遲鈍添。但係最後呢，個賊仔一世都只係一個無名小賊，而曾國藩呢就成為晚清第一重臣，撐起晒成個滿清嘅大局。就喺呢度應驗咗鬼谷子一句核心嘅心法：天資聰明呢唔代表贏。堅持韌性，沉得住氣，睇得長遠，先至係真正嘅贏家。賊仔聰明，但急功近利，只顧眼前。曾國藩呢雖然慢，但係呢肯死撐，肯堅持，肯日積月累，呢個就係最大嘅分別。講完呢個小故事呢，我哋正式就開始講下曾國藩嘅一生同鬼谷子智慧點樣結合啦。曾國藩呢本身出身喺湖南襄豐一個偏僻嘅小村，佢完全冇背景冇靠山，一直只係靠自己去讀書，入京城考進士。嗱，佢本名呢叫做子成，不過去咗京城之後就改咗個名叫做狄生，意思呢就係洗滌舊事，告別過去。後尾佢再改名叫為國藩，意思就係國家之棟樑。一個人咁將自己嘅志向擺到咁大，本身就係鬼谷子講嘅眼光放長遠，先至可以行得更遠。之後佢返京城做官，喺10年裏邊有7次嘅調遷，連升10級，37歲就做到禮部侍郎、二品大員，之後仲做過宮、刑、吏部嘅侍郎，仕途一路飆升啊！後尾太平天國大亂，橫掃湖南。曾國藩呢，因為阿媽過身就要返鄉下，於是朝廷就叫佢喺家鄉組建民兵，平定叛亂。當時呢，全國好多地方都咁樣做噶，不過只有曾國藩嘅湘軍可以成功，其他人全部都失敗。點解？因為曾國藩識得鬼谷子嘅識人、用人、謀略嘅本事咯。其他人招兵呢，淨係招啲勇猛嘅壯丁，而曾國藩呢，就有個獨門心法。佢話用紳士為將，用農夫為勇。將領呢就一定要有修養、有格局嘅讀書紳士，不過士兵呢就要揀啲老實、肯捱、肯做嘅農夫。而且佢揀人嘅方法呢，簡單直接，好有意思噶。初初呢，湘軍招兵嘅時候呢，佢親自坐鎮喺招募處度面試。見到嗰啲皮膚幾黑啊，唔多講嘢，鄉下嘅老實人呢，即刻就話好錄取。但係見到嗰啲比較皮膚白淨啊、口花花、講大話、太過精明嘅人呢，佢就直接話唔得，唔要。後尾湘軍擴張到幾十萬人，就算佢唔可以一一咁親自面試，但係所有嘅高級軍官呢，都要經過佢親自委任批准。喺後世，甚至乎有人將曾國藩呢啲上人之術寫成一本書，叫《兵鑑》，入邊呢全部都係上述嘅口訣。不過呢，其實全部都係鬼谷子識人用人嘅智慧嚟噶。首先要睇個人心術正唔正呢，就要睇佢眼鼻；睇真假呢，就要睇佢嘴唇；而想知佢嘅功名呢，就睇佢嘅氣概；想知佢富唔富貴，就睇佢精神。嗱，如果想知一個人有冇主見呢，睇佢手指。
要知呢個人有冇經歷過大風大浪呢，就要睇佢行路穩唔穩陣啦。如果想知個人有冇條理呢，其實喺佢講嘢嘅時候，你就可以得知一二啦。總括嚟講，睇一個人可唔可以用，唔係睇佢有幾聰明，而係睇佢心性、格局、穩重，靠唔靠得住。呢個就係鬼谷子教我哋嘅用人者必先識人。之後幾年呢，曾國藩帶住湘軍歷盡千辛萬苦，終於平定咗太平天國，攻克金陵，挽救咗大清啊！而喺呢個時候，佢手握幾十萬嘅精銳軍隊，甚至乎可以話係全國最強嘅武力都喺佢手上面，功高蓋主，權傾朝野。換咗第二個人呢，可能就會膨脹驕傲，甚至乎想奪權。不過曾國藩完全唔同啊！佢深深明白鬼谷子講嘅道理，喺朝野上面要知進退嘅生存之道。因為佢好清楚歷史上面狡兔死走狗烹呢個道理，一旦功高蓋主，權力太大咯，又或者你財富太多呢，隨時都會惹到皇上嘅猜忌，最後不得善終。所以佢馬上就急流勇退，收斂自己嘅鋒芒，裁減軍隊，謙卑做人，唔貪戀權力，唔會諗住謀權篡位。而且喺從政期間呢，曾國藩都算殺咗幾多人，都樹咗幾多敵噶，好多人對佢恨之入骨。不過咧，佢最叻嘅就係自我約束同埋自我警戒。佢嘅家書日記裏邊日日都提醒自己唔好驕傲，唔好貪心，唔好衝動，時刻反省，謙卑低調。其實一個人最強嘅本事咧，唔係打贏人哋，而係控制自己，管住自己，識得收斂啊！最後我哋總結翻曾國藩呢個人，雖然佢天資普通，出身平凡，甚至乎一開始仲好遲鈍添，但係因為佢學足鬼谷子嘅智慧。第一呢，心要安靜，心思遠慮，唔好貪一時之快，要肯堅持，肯沉澱。第二呢，就要識得用人，知人善任，知道咩人可以用，咩人要避開。第三呢，要知進知退，持盈保泰，識得收斂鋒芒，唔驕傲，唔膨脹，識得功成身退，可以由一個平凡人做到一代名臣。佢身上可以值得我哋學習嘅地方非常之多啊！例如我哋現代人好多都好似佢咁，覺得天資唔夠，出身普通，而且機會好少。睇下曾國藩啦，其實連一個賊仔都聰明過佢，但係最後嘅成就咧，竟然差天共地。所以從今日開始要學下曾國藩，學下鬼谷子，唔好貪一時之聰明。只要你肯堅持，肯沉澱，睇長遠，知進退，你遲早都可以做出自己嘅成就㗎。